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初5，旧历的3月24，礼拜三。24节气今仔日来到入夏，代表春天结束，热天开始了。今仔日下晡对流分系发展旺盛，嘉义甲高雄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，请注意瞬间的大雨、雷击甲强阵雨。另外，今年梅雨季的第一道方面，嘛伫今仔日来报道了。北部甲东部落雨较明显，中部甲南部的山区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。但是这波方面散动的速度真紧，敢若只是有雨到阴暗，雨就慢慢较停。明仔载开始就过真好天咯。北部天顶开始落雨，不过雨拢是一阵一阵的。今年头一波梅雨方面总算到啊，不过伊来较紧，去嘛紧。落雨所在主要集中伫北部和东部。目前看起来比较降雨比较明显的地区，大多集中在基隆北海岸、大台北山区，还有东半部地区，可能几率比较高一点。至于在桃园以南的地区的话，可能降雨会稍微比较少一点，降雨会相当的有限。到今仔日透早10点40分，新北市累积雨量88毫米，台北25.5毫米，基隆23.5毫米，土地苗拢伫4到5毫米之间。中南部基本上是大的。规礼拜天气，拜三有方面，北部、东部有雨，中南部山区嘛会落雨。拜四、拜五方面离开，除了东半部会落雨，其他所在拢是过道、山区有机会落雨。到拜六会有一波方面经过台湾北部，风头面才会阁落雨，不过嘛，干那2天。目前看起来没有直接下到台湾地区，整个降雨的状况还是相当的有限。在台湾的北部、东半部地区有些局部的降雨。午后在中南部山区也有一些比较局部的降雨。气象局表示，目前通过台湾的方面，拢是会刷震动的震动性方面。5月中了，才会有停较久的滞留性方面通过。到时阵对台湾水库的帮助才会较大。